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Anna。人人都話香港係虛擬貨幣市場嘅孤島，而家終於有突破性嘅發展啦！證監會行政總裁梁鳳儀出席香港金融科技周2025嘅時候宣布，將會放寬受證監會規管嘅虛擬資產交易平台 VATP 產品服務範圍，同時准許香港 VATP 嘅掛盤冊連接至全球關聯嘅平台掛盤冊。喺新嘅指引下，證監會建議修訂發牌條件，允許 VATP 分銷數字資產相關產品以及代幣化證券，容許佢哋託管一啲唔喺佢哋平台上買賣嘅代幣。呢個變化將會打破目前嘅封閉模式，提供更深嘅全球流通性，收窄價格差異。你又點睇香港虛擬貨幣平台嘅發展呢？喺下面留言話我知啊！